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7，诗篇57篇20安尼讲：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，就是甲我正直逐项事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甲阮正直逐项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真、至善、至圣、至尊，天顶地下无神明通比的独一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予日出日落照时，你予万物照定律，你予万事照你的旨意，你予阮伫你的恩典中来徛起。主啊！阮虽然卑微，总是你伫万有中，确实看阮做宝贝，掠阮做尊贵。主啊！你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！你做万物各照伊的时，正做美妙。你予人伫一切所落落的来享福。主啊！这是你的恩典所赏赐。主啊！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，就是甲阮正直逐项事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